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过车人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在今仔日又搁增加2个带病入境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另外讲到新正回到台湾，防疫旅馆无够问题，中央按算要开放集中检疫所。入冬了后，第二阵寒流伫初七就要到位啊，拜五六日的时阵是上介寒，1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机会看到雪。南投六个农会去向亚讲，伫个106年因用人民票现金发加班费，这款的行为恐惊有违法。国内在今仔日又搁增加2个带病入境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对印尼甲菲律宾入来的。另外，国内英国变种病毒已经有4例啊，而且拢是对进前英国入境的，其中有1个人已经变做是重症。另外，指挥中心也要提醒民众讲，对正月15开始居家检疫，就要1人1户，违规者上当会当罚到100万。国内新冠肺炎搁再增加2例境外移入病例，案例819是印尼籍30多岁男性移工，案例820是菲律宾籍20多岁男性移工，两人拢有登记前3天内阴性检验报告，入境到即阵无症状，两个人拢是检疫期满进前采检才确诊，互伫国内确诊人数总计有819例。而进前国内出现2例英国变种的病毒病例，即阵搁新增加2人验出变种的病毒，分别是案例793、799，其中案例799是英国籍70多岁男性属重症，即阵将使用呼吸器治疗。这一例是本身他自己是有其他的危险因子，包括他的年纪比较大，70几岁，然后他有心脏血管方面的潜伏的疾病，他有比较肥胖的一些状况，所以是本来就是有一些风险，容易重症的一些风险因子。因为国际疫情依然真严重，指挥中心宣布，对1月15起，返来台湾伫厝检疫的人必须1人1户。指挥官陈时中呼吁民众，防疫期间唔通害人害己，违反规定的人，上悬应当罚100万块。那现在这个很清楚，这一户里面这14天就不会有人进进出出的了。对，它是比原来更清楚一点，更容易被监视，那更容易能够达上我们跟社区区隔的一个目的。但中间还是要靠自己，好，大家不要做害人害己的事情。而去年12月，一个浙江大商案例719甲德国籍的确诊者，把住伫同一间的防疫旅馆，引发本土胃着病毒的争议。经过基因定序，指挥中心表示，两人的基因定序员工拢是同款的，检判应该是同一系列。因为旅馆的工作人员采检拢阴性，无扩散的疑虑，已经结案。另外，为了因应英国变种病毒株侵入台湾，华航甲中英拢宣布要取消2月台北来回伦敦所有航班。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伫咧他乡外里的人想要返来到台湾过年，而且尽力限制讲居家检疫就要1人1户。真侪县市的防疫旅馆到过年进前拢去互注本了了啊！疫情指挥中心也决定讲，要开放1500间到2000间的集中检疫所，互入境的人使用。交通部也正咧研究替代方案，互需要检疫的人返到处理的人返去住一般旅馆。春节海外台湾人拢返来，佮加上15开始，居家检疫人爱1人1户。双北防疫旅馆是欠缺，到初六新北空房只剩70间，安全量不够，引起大乡家乡烦恼，无法度返来过年。我打了几家新北居家的隔离酒店都订不到房，马上就要过年了。台北市政府伫11到28，台北市防疫旅馆只予台北市民住，重新检查台北市防疫旅馆的空房，到初六为止也有6500间。所以预计到1月底可以再增加450个床位，所以加起来大概可以到7000个床位。这是第一个我们供应的量，我们以市民优先，但是如果有剩下的房间，我们一样会提供给这个非台北市的市民哈。新北市的防疫旅馆虽然先提供给新北市民，不过会支援金门、马祖、澎湖外岛的民众。我们一定会去支援我们离岛需要的防疫需求量，可以把住家让给我们回家居家检疫的家人，就可以打3折到5折，住到一般旅馆，家人可以住到这边。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决定开放1500到200间的中央集中检疫场所，予海外台湾人使用。不过免家己选择检疫所的地点，由指挥中心统一调度。预计在1月8号起，好，那可以登录这个入境检疫系统的这个网页，而且完成线上刷卡缴费，不分本国人、外国人，都是每天
这个新台币2000元哈。面对防疫旅馆总量可能不够，交通部长林佳龙开会，研议推出安心旅馆的替代方案，让检疫者踮伫厝内换成厝内底人住一般旅馆，可能是一房补助800。不过交通部表示，还在研议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对元旦开始加强边境管理，教育部也先暂停境外学生的入境申请，但有4400多人受到影响。教育部表示，今仔日有甲各部会做伙开会，看安怎安排甲加强防疫，特别是着爱指挥中心同意大学的检疫宿舍会当一人一户才会当使用。境外生阁拄到渐慢来台禁令，农历年后准备读大学硕士班、春季班的境外生影响上大。教育部统计，109学年度第2学期预测入境的新生拢总有4489人，少数是顶学期休学，还是因后入学的境外生。本来是安排2月4号、5号、6号入境，可以接续2月22日开学的学习。那现在呢，我们也取消了防疫旅馆的订房。渐慢受理境外学生的入境申请，各大学强要无法度应付，按过配合防疫，目前敢来当单台。台大甲清大认为讲，去年大专院校将近2万的境外生入来，防疫差不多无漏棚，5万量早一当专案入境。你如果把它流出去。是到什么所谓检疫旅馆，但是它控管不可以到检疫所，它毕竟是小部分哈，而且它来的目的并不是旅游，并不是短期的，是长期的。这一块，如果我们过去的经验在应用到春季班的话，然后春季班的人数又比较少的话，我觉得事实上。我个人也不会认为是很大的问题。教育部解说，配合到边境管制较严，才会渐慢。初来召开跨部会会议，都是要检讨境外生入境到底倒一寡爱搁强化，尤其是指挥中心上注意的这个居家检疫场所、学校检疫宿舍，嘛是爱做，有一寡关键需要确定。最基本1人1室的单独卫浴，这个而且里面不能有非居检人员，那居检结束就要离开等等的这些条件，我们要确定，而且要经过地方卫生单位看过。学校爱提醒学生囡仔，唔通袂记登记3天前 PCR 阴性证明，14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嘛爱互因关怀。教育部表示，会赶紧确认新的机制。另境外生是属有特别许可甲专案许可，大陆学生囡仔袂因为讲无居留证，都被摆渡在外。只要指挥中心同意，就会恢复本来运作。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航空新测试的飞机外配有增加台湾的多样，不过有一间周刊报道讲，本地伫今仔日飞机要飞去香港去，昨暗说是互取消去啊。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讲，无即款的代志，也强调讲航权是互相对等的。华航777F 新飞机度装进前公布，卡国立体放大加上台湾的大爱，也缩小 China Airline 领样，想要互台湾以上经由客运传达到全世界。不过有周刊报道，华航新飞机原本要首航香港，却是技术做着施压了取消，经改派古度装的747飞机。航权是对等的啦，我想因为这个只是传言嘛，华航也已经澄清了，那我们希望没有这样的事。那如果有的话，这会涉及到航权的对等不是单方面他们限制我们的问题，也会限制到他们的飞机能不能飞台湾的问题。新的度装未来是不是影响飞机杯港澳中国的任务？交通部回应，航权是对等的。华航未来依照国家期待，继续台湾以上的度装设计。航法协会是分析。国际上也无发生过因为飞机改度装就互禁止入境的前例，那传闻属实就是政治因素。所以爱注意的是，甲中国友好国家是不是也对咧安尼做？毕竟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是一个强权大国，而且它有很多东协跟相关的联盟，那么它也可能影响到周遭的这个联盟的国家，然后希望它行使不让这样的涂装的这个华航的班机入境。对着是不是被时间压力取消777F 飞机飞香港，华航发表声明，表示因为777F 飞机有省油的高效优势，以派飞北美飞机航点为主，搁再搭配亚洲这所在航点，包含日本东京、越南乌志明市甲河内。这啦777F 是依照原定班表飞泰国曼谷甲纽西兰基督城，这阵新飞机无飞香港，不过也无排除未来看状况调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入冬了后，第2阵的寒流初7就要到位啊！气象局也预测讲，拜5、6是上介寒的时阵，而且这回是10月冷，北部地区1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拢有机会看到雪，也提醒民众要爱穿好少，注意身体健康。
网啊友好，搁较真深受别案，因为寒流要到位，婚林菜农真顶真，因为顶一摆寒流已经互菜叶啊受损，卡出这一摆搁无细枝，菜色无好看，造成更较大的损失。半拢爱围啦，围拢围北边啊，南边无围。外地台南渔民也烦恼鱼仔甲鱼啊去关死，伫渔运的周围大埔旁洞风建立活动池，希望将损失风险降到上低。我们这次又把我们的水位再给它提升，让它我们的鱼池的水位再加高，来准备过这个挑战。寒流会伫初7、9月，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有高中部以北、东北部低温下探6到8度，南部也无到10度。寒流预计影响最明显的时间点，会是在礼拜5一整天到礼拜6的清晨。中部以北、东北部的低温呢，大概是6到8度左右；南部地区呢，大概是9到10度；花东地区的最低温呢，也只有10到11度左右。我们预计在中部以北的沿海地区呢，体感温度呢，有可能到达0度甚至0度以下。不止体感温度可能接近0度，这摆寒流因为水汽充足，专家指出北部亲像太平山、拉拉山这山区，拢落雪机会。太平山啊、拉拉山啊、武岭、合欢山等等，应该都有机会。那另外就是在这个比较中部的地方，它可能就是要到这个2000公尺以上的一个山区才有机会降雪。专家指出，寒流有果伫礼拜2减少，这段时间爱提醒农林渔牧业，爱设置损害旱害者影响，而且民众也爱穿较少咧。记者综合报道。虽然伫咧今年已经开放美国猪肉进口，不过到大陆也未看到进口猪肉影。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趁机会宣传咱台湾本地猪肉，中昼也交卫福部长陈时中、农委会主委陈吉中等人做伙去店家食到，因也呼吁民众讲，对台湾政府处理拍片议题，就要有信心。伫餐厅，每一间电视台麦克摆几排，行政院长苏贞昌带卫福部长陈时中甲农委会主委陈吉中推销台湾猪肉是真好食，爱互美食推广。院长阁关照客伫边仔媒体是不是能翕到好的镜头，现场大家拢咧超味。因为有这个美食节目等级，对啦，出啦，用剖面给大家。你要坐较过来一试试啦，秘书长看看，你的镜头较好势，你较袂甲炸掉来，都有了哈。内地开放进口虽然还未真正习惯，不过苏院长已经连续3天为海关视察肉品检验，学校视察营养午餐，到今日伫餐厅食国产猪，连续行程为向国人展现政府把关甲管理决心，阁一直学习台湾猪的高品质。你看台湾猪，真的是皮好肉实在，连颜色都不一样。台湾猪有点粉，对，它有点粉，那外国猪是白的，对不对？它就是很新鲜，有点。业者表示，进口国产猪肉色水有差别，不过民众去餐厅食饭，无可能去走卡看。卫福部长陈时中爱民众相信餐厅的标示。大家不要假的，谢谢，会吗？要怎么让他说？这当然大家有信众，不要以为生意人都会造假。我想这个基本的概念，我们的生意人大家都是老老实实、正正当当在生意。若有标示不实，政府会去查。所以双重的保障，就是要信任商家嘛。不好意思，我也信任你啊，你也信任我啊，大家要互相信任。信任政府信任标示，面对开放内地正式上路，中央政府继续信心发声，想要稳定民心。不过国产猪肉拍袂见效，最近每公斤73到74块，农委会议员强调，只要伫65到75的合理范围内底，会继续互介绍维持伫消费者应接受的范围。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青肉爱漂丝，加工肉品也着爱漂丝。台北市长郭文地今仔日去到迪化街视察100年的肉酥店。另外，今仔日台北市议会国民党联合新党、民众党的议员，力托通过提出300种猪肉的削减成清案。说你原料的价格还没上涨，还没飙动，还没有。我们短期之内是不会去涨它的价格。台北市长郭文地去迪化街食肉干，看猪肉加工品标示情形。
业者敢保证，因的肉酥肉干拢是用国产台湾猪，用手机扫 QR code 就知影伊的来源、屠宰场甲日期。比较有纤维，因为如果说你是用冷冻的来煮，或者是用冷冻猪去做的话，它吃起来的话会像就是有点破，对，有点柴的这样子，比较没有那么好吃。业者讲，目前顶级会厂商供货拢真稳定，供应链透明，只要是提供屠宰证明，表示清楚，就唔惊人客走去。对内都的议题，郭文哲也搁批评民进党，谁执政谁就战争，谁在野谁就反对。所以今天小英要出来说，我跟马英九一样烂，他要这样讲吗？他也讲不出口啊，要不然他就出来道歉，我以前我错了。北部卖肉酥的老店继续无变，不过南部伫咧卖肉丸的店开始发不起，本来3粒60块，怎么起10块？因为去年刚好无新冠肺炎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想说再撑一阵子。我们也之前就公告了说1月1号要涨价啊，所以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跟来猪完全没有关系。对店家来讲，如果合理就合理啊，我觉得他们该涨就涨哦。哎呀，又不是天天吃的东西。业者讲，起价是因为店租原料拢起，甲内都无关系。对内都地方的食安自治条例甲中央有冲突。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完成实现提案，催落台北市议会国民党联合新党、民众党强势表决，力托过关。台北市议会将做全台湾第一例通过提出内都实现申请案。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南投6个的农会去用亚讲，伫咧106年农会发的加班费是用人民票现金发予员工的，而且佫发2摆，大约是60万的人民票。迄当时若是换做是新台票，大约是270万。南投县的农业处表示讲，若准有即款的行为，可能违反到农会财务处理办法。若准确实有，会甲因纠正。南投县鹿谷乡农会有员工讲，106年6月甲12月，农会用人民票发加班费，每一人每一摆收到大约人民票1750块，总计2摆，农会总共发出60多万块的人民票。不过，员工表示，农会进行有先处理员工同意。人民币就是也可以使用啊，我们都很乐意啊，哎呀。那当初的发人民有先跟你们沟通吗？有啊。鹿谷乡农会无否认加班费是用人民票支付的，80万块的人民票是拜托人对中国走转来台湾的。透过第二团这样贴进来先总共80万啊，金额太大，没有一家银行要可能给我们换啊。员工拿几千块啊，去银行兑换没有问题啊。南投县农业处表示，依照农会财务处理办法，农会财务计算基准是新台票。不过，若是头家新罗双方有合意处理员工的同意，无伫这个限制，这种伫查证是不是违背员工的意思？那这个部分经洽询，如果是由员工跟农会双方有合意，其实这个部分并没有提到相关违法之事实。不过，鹿谷乡农会对中国化证为零，摕转来80万块的人民票，也被涉及行伫法律无清楚的地带。关务署回应，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入境的民众也是旅客，随身应在人民票限额是2万块以下。若是讲超过，伫通关的时阵会依法来不收。依照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的第38条的规定，基本上限额是2万块。你不同人的情况之下是合法的。关务署也表示，若是民众认为鹿谷乡农会有违反洗钱防治法的议律，应提供更加多事情来向检调检举，协助厘清案情。记者综合报道。有一间电信公司合作台湾大哥大，因家己有出一排合作 Amazing 的 A32的手机啊，只是别讲内面放安装资料挂饰的软体。刑事警察局也讲，诈骗集团利用手机的电话号码去申请网络游戏的口座，再去甲人骗游戏的点数。真侪人是不知不觉成做诈骗集团的替死鬼。NCC 也要求到台湾大哥大要查清楚，目前大约是有7600多人在使用这款的手机啊。这是台湾大哥大自有品牌 Amazing A32手机啊，虽然已经回收，按过证据真侪，别处9万多支手机啊被暗装恶意定性。NCC 指出，这对刑事局提供证据，这个手机啊被暗中放入木马定性，互诈骗集团用手机门号申请游戏小号，骗取游戏点数，互手机用户成做诈骗集团的人头。
收集了48件的案件，同类型的案件来进行分析。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个里面有共通特性，同一个厂牌的手机，导引这个手机的部分，就是它其实传到了大陆那一边在诈骗集团的里面，那让这一个当初使用这个手机的人头被当成犯嫌了。警方针对民众报案，发现有40多支的手机被当作诈骗工具，全部拢是二面镜 A32，包含使用中无卖出去或者是已经淘汰，有9万多支。目前台湾大哥大本身用户依然有7600人使用这款的手机NCC 依法要求清查补救，业者宣布应更新软体，用户应家己更新或者是去门市办理。委托大陆制造的部分讲说，那很多的就说，如果这样从台湾这样以这次的案例为例的话，就是台湾大哥他用他自己品牌然后销售的手机，但是那个手机是由大陆制造的。业者表示，手机是在中国制造。NCC 认为，这事件显示由中国厂商设计制造，啊，毋过用台湾品牌卖，产生治安争议。NCC 加强2大措施，包含行动业者自有品牌手机确属伫中国制造，爱符合治安标准才用卖，也特别中国品牌手机做年度抽测，保障消费者权益，避免同款的代志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目前是寒天的水果草莓大出的时阵，所有农民发现讲草莓大连死几片，就农民伫咧怀疑讲是人工造雨，雨水有化学药剂，才害这寡草莓死几片。农业单位去到现场才发现讲，有这个草莓的大颗是去染到叶菇病所引起的。现时草莓阶段大出，毋过残叶草莓叶啊，煞拢大连去，无法度收成。苗栗大湖的东兴村伫马拉邦山的山骹，真适合种草莓。哪知影讲第2期草莓才开花，就拄着霜雨，全村受影响的范围有到5成，损失大约3000万，是有农民马口无目屎。下酸雨啊，开始采了2个月了，它下酸。第一次下雨的时候，过了就才死的啊。释放人造雨的时候呢，一定要能通知我们这些这个大埔乡，我们这有500多公顷的草莓的农，让他了解说这释放人造雨会造成我们这个草莓农的一个损。农民怀疑草莓种袂活是甲种植人工造雨有牵连，可能是化学成分造成霜雨。希望政府要人工造雨就要先通知。农粮署甲农改场接到消息，找5夜来到现场会勘调查原因。关于草莓，它在果实上还有植株叶片上的病症，那经过我们的检查确认，是好发在香水上面的叶枯病菌所造成。那因为这是一个真菌性的病害。它很容易因为雨水的弹溅，然后造成传播。中兴大学化学系李茂勇教授认为，若是要搁制造物质，成分大概是氯化镉、氯化镁、氯化钙。毋过镉、镁、钙是肥料的成分之一，互落来浓度嘛袂伤悬，理论上是袂有问题。农粮署嘛表示会进一步调查草莓袂活的原因，也会搁再公布。记者陈焕武、柯正俊苗栗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讲到香港警察真又搁开始抓人咯，这回抓走53位民主派人士，引起互国安处指控讲涉嫌违反颠覆国家政权罪，而且香港警方也去搜查各路经新闻媒体加民意研究所，也限因讲伫时间内就要交出文件，而且又要配合调查。透早6点外，几个港警国安处的人员向出现，提出搜查令，把香港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笃定抓走，指控伊涉嫌违反颠覆國家罪。因為依家你涉嫌就違反國安法，顛覆國家政權罪。去互拘捕的，還有香港前立法會議員杜建新、尹兆堅，香港大學法律系前副教授鄭耀廷，還有香港元朗區議員吳健偉等人，都當作拘捕至少50個人。攬炒香港10部曲計劃。旨在嚴重干擾、阻撓、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我而家警戒你，唔係事必要你講嘅。香港版國安法正式施行了後，香港政府小連續展開拘捕的行動，真濟民主派人士幾啊屆互抓走。這屆香港警察閣一屆去抓人，民主黨佇個網絡頂懸講，伊是去互指控參加2020年民主派提出的35家公民投票初選計劃初選，伊當陣選出35個人士，目的是要否決政府任何的財政預算案或者是議案，而且要求行政長官愛辭職，因為安尼去互安一個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咁
咁今朝早咧，警方咧亦都嚟到呢個立場嘅辦公室門外咧，咁就要求咧就簽署一份嘅文件。另外，國安處嘅人員還佫擴大搜捕嘅規模，去協辦初選嘅香港民意研究所總部搜證，還佫有幾個香港警察去香港媒體立場新聞，佇咧關島嘅媒體辦公室，要求因愛甲相關嘅文件交出來。也若將香港政治秘書長黃之鋒當佇封關，伊個人面冊編輯團隊嘛發文講同一個時間，香港警察嘛以違反國安法做理由，去黃之鋒引導搜查，即個大規模搜捕嘅行動，嘛去互外界質疑講，香港政府是咧甲伊算數。記者綜合報道。咱繼續來關心全世界疫情消息。中國昨昨又閣增加32人染病，其中本土病例有23人，其中有19人是來自石家莊市，已經有夾起來出世。當地政府也拍算講要甲石家莊區的所在民眾進行檢測，因為客運是無使，航班取消，高速公路也凍起來，甚至中國的官方也講，這個疫情可能是真嚴重。是從今天的凌晨開始，然後咱們小區採取的措施就是只允許進入，就是不允許就是外出。敢若有疫情爆發的趨勢，中國石家莊啟動全員檢測，社區會大戶排隊做核酸檢測，而且會當日期袂硬出，一直到採樣結果確定是陰性才當出。會這麼嚴格是因為佇咧吹過，河北省新增加本土病例20例，全省隨正日戰時狀態，客運無使。近來真濟高速公路也不准駛去哩。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輝親自到河北，伊講疫情真嚴重。疾控中心的副主任彭祖健懷疑病毒來自歐洲。跟其他地方我們正在傳播的病毒呢是不一樣的，它仍然是一個境外輸入的病毒，它很可能仍然是從歐洲輸入的病毒。石家莊正在發生的這個病毒的傳播呢，和邢台南宮市它傳播的病毒是高度同源的。河北的疫情進入緊急狀態，河邊的北京也提升警戒。河北省石家莊市、邢台市等周邊地區也出現了疫情，為我市疫情防控再次敲響了警鐘。請2020年12月10日以來有石家莊市、邢台市旅居史的人員主動向社區及單位報告。擔心病毒的潛伏期長，北京、深圳、大連、浙江等省市實施嚴格管理措施。大連3號考區最近診所攏關起來，托兒所、中小學也攏封起來。官方也閣要求中國風險地區的人員袂硬離開大連，低風險地區的人員若是要離開，要有3天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中國第一關新冠預防線也開始上市，九大重點人群較聚集的所在開始做，真多人排隊等要做。沒什麼好害怕的，不怕。對我們國家的這個醫療各方面還是很信任的。中國人民真有信心，不過中國的疫苗專家托雷達是真積極，在社群網站登出這種疫苗的說明書，講在治療可能有高血壓、目睭較看無等副作用，有73種，認為伊是世界上上無安全的預防針，和真濟人轉換，不過原文已經被刪除。記者綜合報道。講到全世界武漢肺炎的確診病例，到今已經超過8400萬人，而且有186萬人死亡。世界衛生組織要去到中國調查病毒的起源，所以去予中國主動。也因為變種的武漢肺炎病毒真高傳，美國加州洛杉磯的醫療體系是強要崩盤。也講到日本的部分也是真嚴重，日本政府按算初七要宣布首都圈進入緊急狀態。原本已經得到中國同意坐飛機要去中國調查新冠病毒起源的兩位世衛專家小組，一直提不到中國合法入境許可。一位已經回頭，另外一位也閣佇咧第三地轉機等通知。世衛組織佇咧吹過表示，對中國政府的做法真失望。We're eager to get the mission underway as soon as possible. This is frustrating, and as the Director General has said, this is disappointing. 新冠變種病毒的危機繼續擴大，美國加州的醫療體系已經無法度負擔，強要崩解。國家自預防線的進度比袂到病毒傳播的速度。洛杉磯陣差不多5個人內面就1個人確診，平均6分鐘就增加1個人確診。洛杉磯當局頂禮拜下令，無轉換機會病人病會當維修，病人醫生心理加身體攏真忝。Patients are exhausted, staff are exhausted. We are exhausted.
共款有变种病毒入侵的日本媒体报道，东京都伫咧初六新增加确诊1591例，第一遍一天就超过1500例，搁再创新高。伫初五也增加76个人过身，也是疫情以来上侪纪录。日本首相菅义伟上紧伫咧初7个对疫情严重的首都圈1都3县，包括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甲新内川县，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期间1个月，首都圈也决定初8到30日采取緊急事態行動，希望市民暗時8點了盡量別出門。こうしたご指摘、また昨年の春の緊急事態宣言の時、これは1ヶ月程度の期間を取ったこと、これを参考にしながら、今、検討を行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南韓的疫情已經連續2天，每天新增加的確診比例都伫咧10例以下，顯示感染率有下降。南韓因為疫情死亡的人數已經到1027人，防疫措施依然無法度放鬆。公司新聞金冠慶編輯。美國總統川普用自身安全威脅做理由，簽署行政命令，禁止中國嘅支付寶、微信支付未將中國嘅支付軟體進行交易，禁令伫45天內就會施行。不過，新總統甲拜登甲法院隨時攏會可能予一個行政命令來並盤。另外，美國國會特別認證拜登當選，川普嘅支持者人造去到華府抗議，希望改變最後嘅結果。任期即要屆滿的美國總統川普，初五以司案威脅為理由，簽署行政命令，禁止使用支付寶、QQ 錢包、微信支付這8種中國支付軟體進行交易。禁令會在45天內底生效。川普認為，這 App 會甲使用者的資訊導向北京政府。法新社引用無公布姓名的美國官員指出，這中國軟體所以被注意到，是因為伊攏有真懸的下載量，表示幾若億使用者面臨資料被控制風險。所以講要向全世界來宣告，並且採取行動阻止中國大數據侵略入侵。這是伫禁止微信加 TikTok 了後，川普閣再封殺中國 App。不過對着前2款 App 禁令，進程已經予美國法院陸續解凍落來，閣再加上45天了後，已經是拜登上台來執政。智庫新美國基金會學者薩克斯就認為，這樣禁令約束拜登政府對中國態度的意味是真高。We are the majority, and Trump w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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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the ones that decided. We are the ones that will decide. Our path forward. America's future forward. 美國已經在去年完成選舉人團投票，國會即要在當地1月7日舉行計票，正做認證拜登當選的最後的程序。英國川普一直到即陣預言講選舉有備案，故作承認失敗。支持者集合在華盛頓特區的自由抗爭頭前，想來扭轉這個局勢。川普甚至發推文表示，會到支持者所發起的拯救美國大會現場來發表談話，愛大家較早到位。面對可能發生的暴力衝突，特區已經出動國民衛隊，真濟商店避免遭到示威影響破壞，也暫停營業，並且安裝查綁這防控做法。記者綜合報道。對年尾搶到年頭5月天佇桃園連續3天辦演唱會，所有7位愛自主健康管理的民眾偷走去參加演唱會。衛生局佇今仔日也依照着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甲因罰錢，相當的起罰到7萬塊。考量違規者參加大型人潮擁擠的演唱會，長時間且近距離的接觸不特定的人士，以提升傳染他人以及社區感染的風險。那依照自主健康管理屆滿的日數的風險，那除以這個市民仍有1日解除自主健康管理的民眾，罰3萬元的罰鍰。那另外3名尚有3日時的解除，那這個部分呢，我們是處以7萬元的罰鍰。無論是居家隔離、居家檢疫，也是自主健康管理，衛生局表示講，攏袂當去參加大型的集會活動，也提醒民眾就要遵守到14到7天的檢疫規定，若準是違反規定，就莫怪政府無良接。講到全世界的疫情攏還未熄落來，正過15個月後，入境台灣的旅客攏愛居家檢疫14天以外，而且攏愛施行一人帶一戶。以新竹市來講，目前8間福音旅館攏已經予需要民眾注文了啊。過年要轉來台商，也有人開始煩惱講，敢會無所在通好住。新竹市目前有8間防疫旅館，380間房。根據統計，1月底進前，攏已經有人交訂。
未接人反映，防疫旅馆一房难求。旅馆方面表示，除了大家的消毒工作较重淡薄仔，工作人员心理压力也确实较大。工作压力应该是差不多，只是可能心理压力啦，因为毕竟是疫情的关系，所以还是个人的卫生啊要多注意一点这样子。那目前新闻是有8家的防疫旅馆，大概380间的房间，在1月底都已经预约额满。针对防疫旅馆需求的问题，市政府讲，说来会去找其他的饭店合作，目前若是要带防疫旅馆找无房间，会到转去其他的县市。目前市政府已经在跟其他有意愿的大概2家到3家的业者，在协调所谓的加入防疫旅馆的行列。我们希望在近期内有相关的好消息。1月15开始，入境台湾居家检疫者需要1人1户，市政府提醒民众千万要遵守相关规定，那么相当会罚到100万台票。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讲到咱最近台票是愈来愈大圆，领出口厂商因也怨叹讲，所赚的钱拢去互汇率食了啊！有人伫咧埋怨讲，为虾米进口的物件价销拢无落咧？就专家表示讲，因为疫情关系，外国厂商一寡资金拢走去原料去啊，所以是无可能达颠倒有可能的起价。新台票大起，最近甚至有看到17块，出口商是哀叫，不过进口商因为新台票升值受惠，所看无降价进口商品价销。平常在物价波动的时候，它都调升了，这个台币在反映这个价格上面的时候，就是降低价格，对我们人民对对会比较有感一点。现在可能变5天一班飞机，那它的运送成本是变高的所以我觉得这对店家来说也不能说。可以这样子，然后就说要叫他们降价。另外，进口车的介绍好亲像也无降价，专门为国外进口后备高级车的外汇车商表示，今年受疫情影响，无法度出国，买车人增加真多。那的新车价大概开价在200加选配，大概240几万。那我们是现车，那我们现在200出就可以买得到。因为需求量大，落价机会无大，而且外国受疫情冲击，产量减少，二手车源也变少，那价销反倒会变贵。台湾因为没有受到疫情很大的影响，大家都会还是一直在买车，因为没办法出国，在台湾的市场就会供不应求，国外的车也不够，那自然他们就会涨价，那谁出价高，谁就可以买进台湾。学者分析，假使所有条件无变，只有汇率变动，进口商受惠新台币升值。不过，这摆情形较复杂，各国实施量化宽松，资金流入大宗物资价销起，今年进口商品可能会起价。是去年的第3季、第4季开始，它也流向了所谓的大宗商品，就是原物料。以汽车来讲，它的那个钢铁这一部分，它的原物料成本其实也是在涨。切拉新台币换美金汇率收伫18.407，贬达0.5分。或者有股无偌久，新台币都会看到17块。另外，牛肉、番麦、黄豆这农产品也个油价应该有落价空间。不过汇率毋是影响价销单一因素，是毋是爱落价，都要考虑成本甲市场需求。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今仔日早起，有社运团体伫咧台北市成立一间天龙房屋，也就是卖厝的中人公司。不过，这毋是真正要来卖厝的，是用艺术展览的方式，要来考察目前台湾厝价上过贵的现象。天龙房屋买不起屋。天龙房屋的扛棒大大机，高大有广告，真足甲看。所有开2000多万买到会流水的厝，阁有租半平的房间，一个月厝税爱2500。招运团体甲台科大李君在教授打造实体店面，结合艺术展览，用考试的方式反映民众真实的状况。我们这广告是在我们筹备阶段的时候去收集的故事，接下来开店之后，我们会透过这人流，就是每天有人进来之后，我们都会请他做一个线上的问卷。到时候我们以户外看板这个图当做基底，届时在这一整个月会陆续收集各式各样的租屋买屋的一些问题，然后还有新生，然后会在墙面去做展品的更换。招运团体表示，这摆特别紧伫台北的罗斯福路，用民众募资，甲这间一个月爱5万，但嘛差不多才5平的店面，所以一个月伫这办活动，收集民众的心声，嘛希望会当带头改变税厝的乌市。先把
我们大量的空余屋，透过囤房税制的改革，让很多空余屋就拿出来出租，同时配套就做租屋市场的制度改革，让所有的租屋行为都要纳管。关心基大基地的立委，嘛用行动支持。早运团体希望透过收集各方的意见，探讨囤房、税厝、乌市等等的基地，未来伫立法院继续推测修法。记者陈雅文、徐凯台北报道。台北市劳动局伫今日公布上新的违反劳基法事件单位，当中有111间企业，互人罚钱罚上济前3名是中兴大业巴士、光华巴士，也有台大病院。罚钱的主要原因，大部分拢是工作时间伤过长。公车来来去去，提供民众真侪通勤的方便。不过，台北市劳动局初六公布今年第一波违反劳基法的事业单位，有111间企业在内，大部分有超时工作，无可能加班费的情形。不管是平常日或者是休息日出勤的加班费不够，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第二个部分，也就是一例一休，到底有没有遵照一例一休这件事情？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所有的工资一定要全额给付啦，好，不要偷工减料。其中，中兴客运集团旗下中兴大业、光华巴士分别是前2名，因为延长工时超过法定规定，甲司机连续工作4点钟，无限30分钟休困，各有6项违规，分别罚款242班甲214班，业者已经放弃诉愿，保证改善。因为目前的单位假期也十分的缺乏嘛，那为了满足公共利益来讲的话，大概目前可能都是会有一些加班上的问题。当然，招募的部分需要相关单位还有社会在大众有兴趣的来投入了。相对而言，跟游览车跟国道客运比起来，驾驶会比较愿意去国道客运跟游览车，因此在市区公车这边来讲，算是比较辛苦的一个工作，所以驾驶一般就投入的意愿比较不是那么高。劳动局表示，第3名是台大病院，因为延长工时超过法定规定，加休困日上班无加班费，累犯罚62班，目前诉愿当中。我们在医院里面一再强调，时间到了下班就不要再做医疗事务，下了班他们觉得他的病人还有一些问题，他就回到病房去看病。那我们也有请护理长特别注意这件事情，绝对不是我们故意要去凹我们的同仁。另外，精华国际酒店、康宁病院，也有其他亲像保全业、餐饮业、媒体业，甲真一间老人安养中心拢在内。目前有部分业者诉愿当中，劳动局是呼吁违规业者赶紧改善，保障劳工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有1名20岁适龄的大学生，本地是亚教练的校队选手，数一回登到国中受训练，协助学校甲风台天扫荡的树仔搬走，却去互树仔缀一个半身不遂。甲伊相依为命的阿嬷去告法院，要求学校着爱赔偿2000万。不过学校说讲是学生家己要搬，唔是学校叫伊做的。一暝爱去学校3届，换着树仔。阿嬷用力斗3工，把伊的双脚刷起伫面床顶。原本是亚东校队摕过金牌林同学，4年前转去机关高中大训期间，互教练要求协助清理风台了后的校园，互大树缀着伤，一半身袂振动。学校事后讲是学生囡仔自愿斗3工的。啊，毋是阮的囡仔做风台的时阵，去树仔骹互地着呢？那安尼你嘛爱负一半的责任呢？你无事无必，互我叫伊演树仔缀骹安尼，这个后果谁要来担？他是我的教练我不可能去拒绝他我也不可能跟他签个什么合约什么的呢。所以他叫我一定去啊，不然我不可能去那边，在那边多做些事。林家对林同学读册的高院工伤，也甲出代志的机关高中提出告诉，要求各赔2200万。其中针对机关高中的部分，法院认为林家已经甲宠物主任教练和解，放弃民事赔偿的请求权，袂当搁以2个人的疏失，要求学校爱负责赔偿。一审判林家败诉，林家不服，搁提出上诉。医疗方面的协助、心理咨商的协助、社会资源跟政府资源这些的协助，那林同学的家属也主张提出国家赔偿。
那学校这方面也是尊重家属的决定。那目前整个案件就是由高雄高分医院在审理中。林家的上诉会伫7月宣判。自细汉由阿公阿嬷请养大汉的林同学，出代志了后，这个医疗加复健费用对低收入户的林家来讲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是伊并无放弃希望，一直努力做复健，希望会当靠家己，莫互厝的人烦恼。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 U-Bike 目前是台大附近试办2.0的版本，不过新版本甲旧版本是无法度互相使用的。所有民众甲脚踏车对台大骑到邦桥去，不过车型无共款，爱甲车调度回来费用就要几100块。民众也照讲，这价钱比计程车佫较贵。在去 U-Bike 的租借站，就真侪上班的人来借车。目前台北市伫咧公馆试办2.0，毋若车升级，租用比较感应的所在，嘛对车条改做车身上。啊，毋过上大的问题就是身躯系统无相共，袂当互相来借用。有民众拄公馆借车，骑去别个站区，才发现讲无法度行。周遭的朋友有遇过，对，就是要还车的时候，发现弄不进去，对。那他就只好在找相容的那个还车点。像我的卡就是它好像可以 B 1.0，但是不能 B 2.0。对，然后而且2.0它的范围好像就局限在台大周边嘛。对，所以其实好像除非你生活在那边，要不然1.0好像还是比较方便。甚至有人伫台北市的公馆骑到新北市的邦桥，跟来当付调度费，落尾爱讲开的钱是比客停车更较贵。台北市交通局是表示，其实伫咧公馆借用处的时阵，就有加强宣导U-Bike 2.0，无法度价地租一地还。今年开始，会伫咧台北市400个租借站，豆豆来设2.0版本的行车系统。过渡期间，站内底会有2套系统做伙使用。审议通过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全市的建制。那我们预期今年度就可以在现有的400站，里面都有2.0的一个服务可以提供。那另外还会依照需求部分再增设。若是目前嘛采用 U-Bike 系统的新北市，全市有639个租借站，甲19000多台车，拢是1.0的系统。新北市嘛已经表态，袂对咧做台北市的2.0系统。今年3月份会重新对外招标，未来系统还未确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彰化大城乡的顶庄国小，到今已经有62年的历史啊。全校目前有33位学生，不过今年新生只有2个尔。受到少子化加人口搬徙影响，去年彰化永光国小废校了后，顶庄国校啊在今年6月也要停止招生，家长甲学生也拢真唔甘。对着老师甲同学做伙欢喜上课，这种情形未阁出现咯，因为这是彰化县大城乡顶庄国小最后一个学期。彰化县政府今年偏乡小学校的评比当中，顶庄国小的分数上低。最近要举办停招公听会，面对特别废除学校，家长也相当的无奈。我是希望政府能多照顾一点那家偏乡小学的学生啊。顶庄国小建校62年，目前全校是33个学生囡仔，今年新生干了2个，面临囡仔愈生愈少，加人口外移的影响，学生的人数愈来愈少。他们除了正课的教学以外，下课时间也需要互动学习，所以这方面我们就比较缺失。彰化县政府去年已经将大城乡的永光国小废校，今年要搁废掉大城乡的顶庄国小。彰化县教师工会认为讲，小学校合并停招是无奈趋势，但是学生囡仔甲教师，县政府爱做好安置，校地的利用嘛爱好好规划。那重要是说它的配套要做好，师生的安置啊，然后以及呢这个学校教育的再利用。面对地方的意见，彰化县教育处也做出回应，强调一定会好好安排学生囡仔甲老师。学生我们会把它就是安置到我们邻近的学校，那提供相关的一些协助。那老师的部分，我们会依照我们的接聘办法，优先安排到我们这邻近的学校去。彰化县教育处规划将学生囡仔安排到1.9公里外的西港国小来读册，也予因相关的补助。不过今年列入小校评估的其他的小学，也是存在废校的压力。地方是希望县政府会当加予因完成期，莫造成学生囡仔甲家长伤大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元宵节，台湾各地头拢有上悬基安的料景活动，伫台东也有真出名的炸邯郸。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不过因是宣布讲无要停止举办，伊是限制每一队的报名人数袂超过50人，而且暗时12点钟前就会结束活动啊。
台东的元宵节，市区街路新民交警新桥经过所在，炮声响袂煞，非常闹热。不过今年全球疫情也是真严重，真侪人关心今年台东县的元宵活动是毋是停办。主办单位台东天后宫表示，今年元宵绕境共庙70个队伍，按照往年办2天，不过要遵守政府的疫情管制措施。参加的队伍人员莫超过50个，爱实名制的，炮啊莫放伤济吼。安尼，一个限制安尼。台东炮炸邯郸夜是元宵节重头戏，主办单位县府董表示，炸邯郸夜照常举办，按算新增加中华路加正气路的市境炸邯郸项目，不过只限工作人员听炮啊，避免造成火灾甲人员受伤，佮呼吁民众全程挂喙安做好防疫。还佫有差不多要到2个月时间吼，啊，看疫情安那啦吼，阮配合。政府的规定，台东县政府表示，已经要求元宵绕境公庙，确实做好绕境了后的环境清扫甲防疫管制措施。台中天后宫强调，今年禁止设临时神坛甲公共女郎表演接神明，避免久长绕境时间。所有活动要伫暗时12点结束，无遵守规范的公庙，明年就无要邀请人参加。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建造本府的传统历史甲历史现场，花莲县文化局对2017年开始，甲岛南乡的本府族人伫嘉心古迹开始修复传统的石帮柱。去年底完工了后，这个举办落成典礼，族人也非常欢喜，讲文化会当得到传承。为了重新打造本府伫玉山国家公园内底传统生活的模样，部落的族人开3年的时间，重建拉库溪流域嘉心古族子的石板厝，甲德工寮等等祖先演过留落来物件。族人感谢政府斗3工，嘛强调应该开放。毕竟这个是公家的嘛，是公部门的。我们也不能就主张说啊，新盖了是我的家，这个是没有这个。嘉心古迹是本府伫玉山国家公园。花莲县境内的传统部落，日本时代为山顶封闭爱迁徙去山骹。花莲县府伫2017年向文化部申请再造历史现场计划，开6000万，经过3年的时间，即马总算完工。保存世界的文化遗产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我们这一代的人的责任，而且要让代代能够相传。石板厝重建了后，互族人找到家己的根，未来嘛会开放部落的巡礼，互族人做导览员，分享部落传统的文化。它这个不只是一个硬体的复原而已，更重要，它把布农族发自内的传统的智慧知识，再把它呈现出来。文化局强调讲，石板厝是本府族人祖先留落来物件，内底有埋葬族人的祖先。呼吁登山的游客就要尊重文化的禁区，唔通黑白走入去，嘛袂当伫内底带暝。记者综合报道。过去这30年来，罗西亚讲是要保护女性，要互女性做粗重的工课，因也禁止女性袂当驶列车、驶卡车等等。不过，伫2020年经过修法了后，因为地铁站伫这个月初也聘请12位女性来做司机员。手划着操纵器。女驾驶正专心地看着头前，准备要入站。俄罗斯莫斯科的地铁，新的一年有12位新的女性驾驶，这是让了30几年了，再一遍请女性做驾驶员。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пола, поэтому очень рады, что московский метрополитен, один из первых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перерывом с 80-х годов, дает такую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женщинам, которые работали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метро, получить новую профессию. 伫1936年的时阵，莫斯科地铁也有真侪女性驾驶。不过自从1980年代开始，迄当阵的苏联政府以保护女性、无互女性做粗重的工作做借口，禁止女性做456种职业，其中包括列车、卡车的驾驶加卡车的技工。迄当阵禁止的原因包括需要长时间踮伫咧地面下，或者是1点钟爱搬至少2遍10公斤以上的重物。不过，女权团体批评，甘愿伫咧地面下工作，专准女性做清洁人员，也有其他的站长标准无同款。一直到2020年，俄罗斯劳动部将因为女权团体向法院上诉，将互女性无法度工作的职业缩小到96种，拢是高危险性的工作。В наше время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должен быть выбор у всех заниматься и работать там, где он хочет.
72位女驾驶拢是原本地铁的员工，像是清洁工加站长。一开始内部的转职考试有25个人报名，最后只敢若12人完成训练。为了这批新手的女驾驶，莫斯科地铁也阁特别设计新的制服，有裙甲裤，互驾驶员家己拣。以后也阁会自内部加对外开放，招考更较侪女驾驶。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9度到13度，中部地区对11度到15度，南部地区对13度到20度，东部地区对10度到18度。再来看外都地区，对5度到15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